支持，恁的掌声一直拢是阮今日在演艺界上大的动力。因为我想到当初我为一个游泳的选手，后来我加入偶像团体，即摆我是一个演员，嘛是一个主持人。这一路上除了家己爱真拍拼以外，嘛真需要观众朋友的鼓励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先有恁，才有阮呢。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日来参加挑战的四组家庭，嘛都伫家己的专业发挥了真好。来做伙来欢迎四组家庭头一对舞动明星。欢迎！哦，舞动明星。再来欢迎副总来了。哦。第三组欢迎美芳家庭。哇哦，足多人诶，欢迎！最后一组欢迎叶东叶西好犀利啊！好犀利啊！欢迎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我已经翁星啊，我怎么刚才才刚看到伊啊？你是讲你戏内面啦？哦，迄当初我哭到足凄惨的呢。对，较正经的嘛是好，我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来。我是阿鲁的大官，我叫刘大卫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吴雪丽，5选嘞。我是阿鲁的本人，我叫罗慧茹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赛老嘉明。欢迎舞动明星。今日会甲大家做伙做一节目，是毋是代表恁感情就好诶？灰熊肌肉，有你讲。我因为阮大家我当作我家己是查某囝安尼咧想。最近大家拢哦，你最近哦真幸福是安怎？伊就是变大箍，咧三层照种正常食拢阮大家煮我。哇！所以就无代无志就变大箍，我唔知。而且我知影，因若是照顾你，嘛真照顾恁厝内人对吧？对，因为大家拢有知影，有看新闻，阮阿嬷最近身体无啥好，有一阵仔我就甲伊接起来台北住，就住二楼阮兜遮，阮阿嬷拢差不多4、5点仔喺度起来哦，阮大家就准备早顿都去阮阿嬷食，我就甘心的。阿嬷嘛是阮大家斗照顾。这么温暖的家庭哦，你是不是嘛足浪漫的？浪漫。你公民的对啦。公民，我来你有是公民，我才公民的。romantic。伊身躯顶是无这物件的啦。是安怎？我讲伊是在线做的，敢知？在线做哦。对对啊。跟你共款啦，是安尼讲的啦。你嘛是在线做啊？不过我身躯顶我 romantic 啊。有啊，我当然嘛有。哦，伊是一个超级大直男呐，就实际，啊，不过就袂晓有一寡什么仪式感还是啥。像迄当初咱阮做伙一段时间了，都有规划讲以后要结婚，已经知影要结婚啊嘛，去看好日期啊。结果就是讲奇怪。结婚唔是应该求婚？对啊。无求婚。迄当阵啊，讲好要结婚啊。嘿对。那刚刚去菜车买菜赶快啊！现在看话就当过来。对啊。那感觉唔敢若怪怪，是讲啊，都既然嘛已经讲好啊，无就煞煞去啊，安尼啦。本来心肝是安尼想啊，结果其实伊早就甲阮朋友串好有计划啊。哦，所以嘛是有计划的嘛。前一礼拜，伫我生日迄天求婚的。你是真正有计划好，还是讲你有感觉到伊的幸福？应该是有感觉到。拢有。啥物叫做拢有？有计划就是有计划，有看到失望的感觉就是有看到啊。就是因为无甲伊讲啊，所以有失望啊。你敢知伊的求婚有偌好笑？通常拢是求婚的人去准备遮一切物件嘛。对啊对啊。我伊敢人教尔。伊就创一个群组嘛，赖嘛吼，就甲阮朋友拢揪入来。哦，你负责去买气球，你负责去买什么个，你负责去创啊，包厢互你订，哦，我人教。你真正是足实在的。平常时你会对阿如做啥物较大心的代志？阮知影伊拍戏。就是身体无好，所以我有去上健康营养班。那咱今日幸福的是不是甲营养、甲健康有关系？无呢，无。是啥？哦，其实这个幸福类呢，我是要为阮大家来准备的，是不过我无互伊知影。哦。嘿，因为阮大家较传统。
所以阮住的所在，阮大家拢是家己伫遐溜涂骹，还家己扫涂骹。我大概去伫看伊安尼压伫涂骹安尼笑，感觉哦，感觉真唔甘，所以我想讲哦，即届幸福咧，我一定要来赢一个迄电扫帚。哇，咱做伙来看因的幸福的电扫帚。哇！妈妈有介意舞动铃声，敢会当把这幸福咧炸灯去做，就要较拍拼哦。好，马上来进行麦哥海头啊！海头的鸭甲鹅啊做目标，报考啊，拢总有20块啊，报着3个就成功过关啊，有2届机会哦。你两个创啥？你两个厝会跟我联系？哦，练惨。啊，20块你要安怎分配？我两个。我上烂。我两个，大概一人5个。 5个，2个，你8个。哎呦，哎呦，看起来你真正是较厉害的吼。啊，到底是不是较厉害哦？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大明，较紧嘞，要出门啊！哦，吞。要去倒啦？夜市啊！我无爱夹去啊啦。啥喏？这礼拜去5工啊呢？哦哟，你唔捌啦，咱一定爱去。我无爱去。你卖个海头啊！这哦是我最近食的一个节目，迄节目哦，若过关哦，游戏若赢，会当送咱幸福礼呢。什么幸福礼？你我无欠啥？水无欠，咱兜就需要这个啊！你看，咱兜哦是真正就需要这个幸福礼，安尼妈妈哦，你个涂骹安尼吃。好，安尼咱看见来练习。好嘞。哇！这哪会遮多钱啊？这若是丢拢我的。你刚才7块嘛？我来，本身笑的啦。应然啦。好啦。哦，差不多。他说啊，啊，你在做啥？我在练习啦。是咧练啥？要摕你的幸福。我来是嘛？我在算这游戏啊，我要上这部要算哦。哦，嘿啦。你要7块无？来，我练。看呢。快点来，哦，上困难啊呢。要掉。上困难啊爸。你输某的，啊你哪会等遐济箍啊？你自己创啥啦？咱就要上节目啊。要去这无？哎别丢着。为着这个要摕奖品，好忙啊！咱专工来个帮着，算卖个海头啊！你看是不是同款的？公园到正在。不可能嘞，怎么可能？介绍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咱做伙加油一下。好，加油！耶！抗跌种迄低工是啥的？我的，所以咱这是低工。所以内底钱嘛是你的，嘿，是我的。是你的，所以你唔就肯互伊。好大的。没啊，哦，你敢有可能敢摕？我的钱就是我的，你的钱嘛是我的啊，对不？正常啊，对吧？而且我无都甲你斗相共。舞动明星，做伙加油一下！加油！哎呀，舞动明星，请就位。麦哥海头啊，请开始。开始哦！加油！你只有2个哦，只有2个哦。已经足厉害啊，2个丢1个呢。来，妈妈。哎呦！差点嘛！加油！哎，啊，大猪啊！啊，敢袂当直接讲一个？会用诶。妈断掉。哎呦！加油！妈妈不怕的，来，爸爸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要瞄准倒一个，伊的确实无共哦，你看。赶快是这个。哎呦，有看到。我来。哎呦！不行哦。哎呦！
加油啊！弄掉你的头。看起来就你整一节脆配呢？哎呦，他逗别人，逗别人的啊！那拢歪去啊！稳住！干你啦，没过关啊！三个啦，来哦，来哦，三个啊，丢一个哦。太错！哎呦，麦克喊呀，麦克喊呀，来哦！一个无丢就无过关哦。再来一个，把握机会，来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紧，讲第二届机会。继续加油！恁敢有需要重新分配一下？无预备的好啊。我咱5个啦。好啦，卖个海头啊！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！加油！爸爸，陪爸爸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下跪！帮我机器，不是，帮我机器。好，妈妈就够注意，来，丢啊！好来，妈妈加油！好来，妈妈加油！妈妈就够注意，来。稳住，稳住，希望稳住。我给你去救丢一个。逃！我紧，妈妈已经丢一个啊，对对妈妈一定不？不已经真厉害啊！过来！你哪敢害掉啦？讲一个就过关啊！来哦，拍手！加哎呦，油！所有压力都伫你遮。哦，来来来，等扫手是不是当砸上去的看你啊？哎呦，不行哦，来。来，给等。你快撞啥？哎，你叫我好大个，我来给你拍哦。等下，你用奥博从来捌成功过呢，到底是创啥？你都已经哇呢！哎，有足紧啊！啊，妈妈来，希望听伫遮，想走，报着我就算过关啦。没勇气啦！加油！哦，你哎，几机会啊？就团结的，是不是要先go？加高小失败啊！我必须爱讲哦，虽然讲因规家伙也无成功，啊，不过看得出来因算甲足欢喜，可能是一世人拢袂放袂记的。今天大家做伙合作，想要达成这个目标。对，光明正大伫咧节目上用奥博，哦，真高尚呢，刚好胜，好胜，好胜哦！但是真可惜无摕到电扫帚。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咱来去开钱来买。这就叫做查甫人的担当。先等你这句话啦。收落来，换观众朋友来挑战啊！观众朋友10个块啊，只要丢一个就算过关，丢的人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哦。1、2、3，哦！来，头一排这位，嘿，黑色衫先导的爸的，爸来。自我介绍一个，我叫郭耀仁，欢迎，10块的红包等你摕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卖个海头啊！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呦！哎！加油！哇，这
迄头前，这个人足欢喜，伊敢是恁某？对对，我某好哦，伊某。直接跳起来呢。你还未开始的时阵，伊喙就一直念讲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。哦，那你我这样应该是安怎无过关啊？哈，因为第三手，第三手。安尼才有当过关。恭喜你的太太得到1000块。恭喜！欢迎副总来了。来，副总，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副总诶。大家好，我是副总的囡仔护理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副总的某，我叫副嫂。副嫂，好简单，叫副嫂，叫副总来了，这个名是不是？哎呦，领导就好野的。哎呦，因为专业就是趁钱啊，是不是？钱无人咧嫌济啦。哦。嘿，啊，当咧拍拼，所以大家叫我副总的安尼啦。哎呦，啊，你的专业是啥？台湾有足侪好的厂商有无？啊，我咧用 AI 的自媒体帮因趁钱啦。哦。哦，这是即马上流行的哦。当咧拍拼，当咧拍拼。QQ 今年是几岁啊高会。九岁。我看起来真捌代志耶。我感觉 QQ 的型好亲像我一个朋友呢，哈校园。有够熟的，真熟的哦。啊爸爸，啊你家己是网红嘛？对。啊你敢有甲 QQ 训练者？哦。因为吼，有当时啊，厂商吼爱囡仔的角色有无？对。我拢带去，比如讲美食啦，啊，甲汽车的啦。今天我要来卖这台2021年的奥迪 Q8，外观有配合这个 S-Line 的这个外观，还有巨大的20寸铝圈，这台是55 TFSI 挖掘 Ultra 4的驱动系统，内装是长这样子。非常的新，内部呢有大天窗，我们的电子手排档呢以及控制冷气的区域都是非常的高级，赶快来找副总买车。互阮 QQ 去拍片啊，去合适安尼。哦，哎，头家拢做欢喜，讲哎，这只古锥啊，搁这个好演安尼。哎，我就感觉真袂歹，所以吼，这是我要好栽培甲培养的。那你不如就和 QQ 现场来表演一段。好，来表演来介绍恁的幸福类，好不好？我即摆的功课拢要用甲电脑。对。啊，我搁会当用电脑来加片啊。哦。我搁会当用我的电脑来生我上爱的电动。哇！拖下水嘞！安尼大家敢知影因要来幸福类是啥？咱做伙来看因的幸福类机器型电脑。哇！希望恁今日会通把这幸福类砸得去，好不好？好。马上来进行感谢伊的灯。20支纸牌啊，甲水落来边仔纸写好灯，边仔纸爱断去，而且爱搭伫咧涂骹，就成功过关啊！2届机会哦。这无简单呢。无简单吼。QQ 你敢会晓？我袂晓。而且 QQ 今嘛有帮我思考啊。安怎？因为拄啊，伊咧介绍电脑的时阵，啊，结果迄一卡伊就讲大，啊，我搁互你一个机会来弥补。你敢有啥物表演？这摆是来一个。你敢会当表演一段？好。哦，有咧练哦。哇，这厉害！我看起来。我想讲，我若是无法停哦，QQ 就袂停落来啊，伊就卡，然后就过年啊。啊，不过伊表现了真好。咱做伙来看练习的过程。好。有质量的生活，靠的是头壳，唔是体力；靠的是家己的能力，唔是脚球上的运气啦。吼吼，哎，我呢，迄是摆那变金色的，哪会摕酒互我？因为你这届要靠体力来变有质量啊！变有质量啊？这到底啥意思啊？感谢伊的灯哦。耶！是咧送啥？你这唔对啦！瞄准超出了你唔知哦。写你准，不出来你灯啦。哦，够忝的。我看你袂使，出来练习一下，训练一下，锻炼一下。我爱出去练哦。好，行。无代无志要参加什么比赛？哎，我咧直直练，要咁要登去啊啦！哎呦，你是练到安怎？啊！你话看我练几工啊，手举袂起来啊！哪有可能啊？练几点钟尔？无啊！有哪有配啊？无，我们哪会奖品？你可要摕奖品啊！快点来啦！紧嘞！恁母也拄好无伫的，你看吼，这
这恁哥吼，本来伊要摕来拜拜，咱紧摕来练习哦。拜有好势，等下有物件有目标，当下练习，安尼唔较有趣味。1、2、3，写互你破。哦，拄好呢。你来冲啊！哎呦，这捧哥呢？你哪只偷者？我拄好练习来啊！袂耍啊啦！我弄诶！来，你个细啦咧，鱼要哪去啦？啊，要创啥啦？困难就是爱做这。这么大我多啦。紧来扭，扭袂起你。快打出一支嘴。我叫袂起啊！嘿，唔对咧，安尼练规半步，我问你啊，到底这幸福咧是啥物啊？电脑啊，但是唔是妈妈要伫的是我啦。原来练遮久，你拢是为着你家己哦。无咱来好好加油一下，好唔好？爸爸，我要请技术衫来加油哦。哦，无要紧，这看我的，咱换一双较正式的来去行。副总来啊，幸福咧，咱嘛来啊啦！哎，妈妈，你啥看拢无咧练习嘞？妈妈给放弃啊！对，啥都要放弃，因为这真正就难的呀。足困难的哦。袂吧？我咧练的时阵嘛真困难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手啦爱练。系啦，练到手咁要所断去。以恁即马要安怎分配？拢搞爸爸。我搞爸爸，所以全部2届机会，拢总有40张抓牌啊，拢是爸爸算。哎呦，我啦，一定要摕到。你嘛惊 QQ 会失望啊？哎，对不？每顿会哭。QQ，你对爸爸敢有信心1点点。？1点点。啊，你感觉这任务敢有困难？足困难呢。无要紧，假使讲你想要甲迄台电脑炸登去做，你就好好替爸爸加油。好不好？好，副总来了，请就位。感谢伊的灯，请开始。开始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帮爸爸加油哦！来头马上，啊，不过无准。换一个角度。对，徛这位置较好。这个位较好。我调整一下。马紧。哎呦！有卡掉，有卡掉。哎呦！放个别在。QQ， 是咱嘛是这音乐。所以哦 ，QQ 你围攻这是多可怜的礼物。加油！来！哎呀！有声！过来！哎呀！我电脑就超厉害！冲啊！哦，到这张啦哦。来，对，来。我感觉爱较低一寡，副总啊！是输关啊，你搞输关啊，哦，就关。哦，有成哦，来，有机会哦。QQ，替爸爸加油！你看，已经一半啊！机会来啊！较低个啦，像你话啥？阿妈讲较低啊，袂晓，你做乜来食？主持人讲你拢无爱听，伊是时代，伊讲你总是爱听。哎呦！机会！再一次！多一届！你存几张？讲3张啦。讲3张。 3张拢有着，应该就登去啊。登去啊！吼。丢啦！哎呀，差几叔叔啊！他起叔叔。我爱迄个啊！差1点点。你的手有要紧吧？小可闹着，足疼的。安怎？QQ， 你看伊才干嘛都要成功啊呢？一个拢无。你够一届机会啊！你感觉爸爸敢会成功？敢没？拜托你。副总来了，请就位。感谢叶灯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
哦，来过来，来哦来哦，有机会是绝对有机会啊！卡掉啊，卡掉啊！来啊！哦，即摆咧气势完全都无共啊！来，你有经验吗？哎呀！笑了。来，冲者，加油！一定会登啊！吼！加油！真正吗？电脑，加油！有一个电脑哦，电脑伫你的手顶，电脑伫你的手顶。恭喜童颜动转来哦！爸爸最厉害对不？对，你要对爸爸讲啥？我很爱你。他就爱你耶，对不？哇，这句嘛就爱你这句的啦，爱你哦，对爸爸来讲哦，迄是偌重要的。那是安尼直直换来的呢。妈妈，有啥物话要对爸爸讲的？辛苦啊！爸爸，你家己心情安怎？绝对袂使放弃的，因为这是囡仔的希望。我一定甲伊消破，甲电脑砸转去。好，多一个恭喜你！好，谢谢。护送来了，爸爸完成5扣0的任务。欢迎米胖家庭！哇，这侪人呢！来，阿公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米芳的阿公。来，我是迄个米芳的阿嬷。大家好，我是米芳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哥哥米芳，我今年12岁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米芳爸。米胖爸。啊，那后壁还有一个人。是米胖的小妹的。小妹，头一届就电视啦，对。啊，会好这个名，听就知影，恁都是蹦米胖的。因为阮翁伊的小名叫做小米，小米。我甲伊结婚生了阮后生，就像迄蹦米芳安尼个蹦出来，也不是米芳。哇！这个名真正就有创意的呢。啊，都亲像恁囝共款就亲像阮囝叫大财。大家拢问我是安怎伊叫大财，因为我是东嘛，东仔。安尼三代东，阿公阿妈一定就疼孙的对吧？细汉就最爱看火车呀，看火车。系啊，要困的时阵拢是甲阿公拢骑机车按的，伊就去吹风吹吹就困啊，免10分钟就转来困尔。哦，那你阿公嘛是足骨力呢。我多的是疼孙啊，疼孙的。啊，拄则安尼讲起来，恁兜毋是咧蹦米芳的，啊，爸爸是咧做啥的？我伫做头章的。所以厝内人头毛拢是你家的。坐一年，互大家看者。就有型呢。阿嬷坐一年，哇，就好看的呢。阿米芳，你自细汉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，安尼你应该真会讲台语的吧？应该是。无看到。伊有淡薄无把握。伊嘛袂晓讲。一开始拢讲唔对。哦，一开始袂晓讲。嘿，因为护理师的台语，伊讲护理师。护理师。对，伊就阮朋友面头前讲。哦，你朋友是护理师。对。结果伊伫咧你朋友面头前讲护理师。因为伊甲考试讲，你会晓讲护理师的台语嘛？伊讲护理师。啊，阮朋友就讲，安尼你袂当来病院找我，因为我是护理师。护理师的台语安怎讲？护理师。对啦，你看。标准啦。那你即马对讲台语敢有较进步一寡？一点点。那阿妈，那我继续甲你问哦，塑胶袋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塑胶袋啊！哎呦，真厉害呢！迄个开口是有标准的。啊，爸爸妈妈当初是安怎熟识？我甲伊一个网络熟识，啊，我就看伊足缘投，啊，我就甲加好友。哦，妈妈真主动哦！啊，后来就一直交往，啊，到即马结婚生囝呢。约出去佚佗啊，有一届上暗顿来，阿嬷摕锤啊，坐喺外口等。啊，你敢有该拍？有啊，拍。有啊，拍。敢有拍甲足凄惨的？有，我哪有惊到？啊，因为足晚转来啊，阿妈妈会烦恼啊。哦，啊，几点才转来？差要10点半呀。10点半。10点半未算足晚啊。才17岁尔。哦，17岁。17岁你就伫咧网络上。主动交朋友。那种怪人拍。
好佳哉，你真正是拄着爸爸，拄着好人。啊，伊迄个阵看起来做上歹囝的。啥你袂惊？迄个阵袂惊，我感觉做缘投的。缘投较要紧是。对。哦。所以一开始爸爸妈妈知影讲，咪芳妈妈伫网络顶面是识爸爸，你嘛是足烦恼的对不？系啊，足烦恼。晴天霹雳。晴天霹雳哦！啊，即摆咧，当阵拄啊17几岁啊，对啊，咱做爸爸会足烦恼的啊。啊，你头一摆看到因男朋友的时阵，你心内是啥物款的想法？是咱是无介欢喜啦，也毋过咱查某囝嘛是介坚持啊，所以咱嘛是啊，互伊一个机会看卖安尼啦。啊，至少爸爸今嘛无互恁失望啊，对不？对啊。系啊。你看这个头早，洗头免费。加头章嘛免费，啊，你头章嘛免费，安尼就赞。啊，今日若挑战成功啊，迄是好嘞嘛免费。哦，真高级的一家人，做伙来看因的幸福的顶下破名成绩，哇！谁准备爱这个礼物？因为囡仔拢会烧钱要甲我困，啊，我感觉足惨，规去钓一个顶下铺，然后喊困。是你其实是想要叫囡仔家己困，安尼你就当甲爸爸安尼对面两个人做伙困。妈妈即马是足爱爸爸的，你看伊讲到这面拢红去啊！好啊，加油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马上来进行，我球你来坐。一个人把球练出去，看来坐哦。另外一个人按目睭，看敢坐到球，拢总有5粒球，只要坐到1粒就成功过关哦。你足好耍的，啊，毋过嘛是爱细腻哦，你无细腻会断红菇呢。啊，5粒球，你要安怎分配？阿公甲阿嬷先算。阿公阿嬷头一棒。你看你看阿公即摆已经准备好啊。而且你看阿公的裤，都有特别要互阿公安尼保护哦，所以观众朋友踮在厝内卖哦，好不好？这有淡薄危险哦。好，阿公阿嬷头一棒啊，刷落来。过来就是哥哥甲爸爸。哥哥甲爸爸一组。对。好，啊，过来，有3球。过3球是我甲爸爸。哦，最后3球拢是你甲爸爸。对。好，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陪我耍。等下，我伫无闲。爸爸，陪我耍。哎，等下我等下无闲了，我陪你耍。马兵毋是安尼用来练啊，嘛毋是用来坐的啦。像甲你讲的，咱家的球队即马开始，但是摕来练，摕来坐，甚至会晓坐到顶下铺。我本来就是要来去耍游戏啊！爸爸，你看这啥？我求你来坐。球来啊！是不是捂眼睛就会觉得好好的？是。恁今天练习啦，莫再看手机啊啦！今天练球啦，紧嘞！我对我家己有信心，我绝对会摕到迄颗粒。阿公有信心。哦。那会看起来无啥有信心。阿公上有信心的。而且阿公最厉害的，迄小米芳一直伫后壁烫伊的裤。伊讲会当甲我回答。哦，我这个孙的哦。真高追啊！你看时段疼孙就是安尼。对啊。来，米芳家庭，做伙加油一个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米芳家庭，请就位。我求你来坐，请开始。3、2、1。哎呦，准备哦！来坐哦！啊，过啊！哇，爸爸加米芳对不？好，来。啊！妈妈加油！来坐。2球哦，搁较早一点嘛，加油！加油！来坐，
最后一球，来哦，加油姐！加油！来者。啊，真可惜！加油！我再快一点点也就做到了。失败来，无法度，这真正有淡薄困难呐。哦，真正就困难呢。就真正困难的吼嘿啊，我感觉应该嘛是就这无有淡薄紧张啦嘿啊，对心内阁有迄囡仔妈妈的望。对，系啊，确实是无简单。阿公，有好耍无？哦，好耍，好耍好耍啊！无咱阿母来试看卖好无？你袂当只有讲来坐哦，你讲人客来坐哦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，来试看卖啊！听我加油者，人客来坐哦。公牛都中来哦！好啦，其实哦是因为啦，毕竟阮阿母是常常咧上节目啊，阮嘛是主持人，所以阮袂紧张。嘿阮拄则敢若伤过欢喜啊，拢无考虑到因的心情。歹势。好啦，其实真正是无简单啦。嗯咱嘛互观众朋友来试看卖，好不好？嗯，共款2个人一组，啊5球的机会，坐到一粒就算过关。哈，有1000块的红包哦，1、2、3，来，哇，后边大家拢是2个弟要送。弟，来，我看你2个人应该就有默契的。我是阿迪啊，啊你嘞，就是郭旭成。郭旭成，哦大家听加油姐。我求你来做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，加油！啊，伤紧啊！这个我伤紧啊，嘿，好紧，还有3球的机会。啊，是伤紧啊！来第4球，啊，超级叔叔，搁慢一点嘛。来哦，这是最后一球啊，最后一球，加油哦，来！1000块红包，多谢，多谢。拄则哦，我甲制作人已经决定啊，搁互美芳家庭搁一个机会。哦，即届若成功有1000块的红包，所以爸爸妈妈把这个责任担起来。美芳家庭第2届挑战，请就位，我求你来坐，请开始。来者。恭喜成功啊，爸爸！成功啊！1000块红包。欢迎亚当好犀利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伊是彤彤。彤彤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爸阿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母阿燕。好，所以彤彤是阿周的妹妹。不是，不是，阿周弟是伊的妈妈。不是，我是咧照顾囡仔。啊，伊是我照顾的囡仔。你照顾的囡仔？你家己照顾的囡仔，搁带来做节目啊？啊，因爸爸妈妈敢知啊？知啊，头前啊。哦，拄则有挑战成功的是伊爸爸。嘿对。哦，安尼足特别的。因为啊，阿舅细汉的时阵是吼阿姨照顾的，啊后来吼，阿姨拢会甲阮小少吼出去食饭啊。哇！所以我康伊的感情就好诶，啊拢会做伙去农营，做伙出去佚佗。哦，所以就敢好姊妹啊，大家都参就一家人安尼。对。那恁的号这个名，敢是迄足够迄叶红仔的？这是我的兴趣啦。你兴趣，我了了，只是你的职业。真无法度。什么职业是叶？无一定是开迄间店的啊，有头家对吧？有机会我以后再来开，目前是先兴趣，因为趣味啊，爸爸妈妈甲囡仔的感情就愈来愈密切，愈来愈好，所以我较会介意这个活动。哇！真正足厉害的呢！哇，阿舅，爸爸遮厉害，你是不是足欢喜的？对。啊，大家去你，我要来坐，爸爸拢约好你对吧？对。爸爸大概拢成功吗？不一定。无一定啊。哎，阿舅看起来真大方呢，伊今年几岁？
8岁。 8岁哦，伊敢有做过啥物代志，互恁印象最深的？哦，迄阵阿舅的迄个幼稚园毕业典礼的时阵，因为迄阵遇到迄 COVID， 所以因第一届毕业典礼就取消啊。阿舅伊是第2届，所以学校呢后来就决定呢去爬寿山。他咪细汉的囡仔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伊会设一点仔迄关卡，互囡仔家己即关过关哦，就一直慢慢啊爬，就爬上山。后来的毕业典礼就伫山顶。伫遐领证书，然后囡仔会当独立。毋过真正就有意义的，会当看到囡仔的成长。那呢，就弟你带过遐侪囡仔，你感觉阿舅有啥物特别所在？伊足巧的，反应足紧的。阿妈会主动的斗3工，帮我照顾其他的囡仔。哇，阿舅你足听话，咱做伙来看，因想要爱幸福咧，平板电脑。妈妈，现在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因为阿舅即摆开始咧熟悉字，对，所以有当时会想要家己去查电脑、查网络。哦，伊最近佫开始咧翕相。哦，对啊，所以阮想要这个幸福咧。阿舅，今日若是得到这个幸福咧哈，爸爸妈妈讲会当用偌久就爱用偌久，若无会上着目睭哦。好，爱听话哦。对今日摕到这奖品，敢有信心？有。哇，今仔足大方诶，赞。来呢，就一定要做伙加油啊！来，马上来进行有影起镜。手提塑胶杆仔，把水面那个杂物粒乒乓拢竖起来，就成功过关啦！限时30秒的时间，3届机会哦！哇！你敢知影这个游戏的名是倒位来的？是安怎来？咱不是迄拢会食圆啊吗？对啊。煮圆的时阵，煮好啊拢会浮起来。哦，甲煮水饺共款会浮起来。所以这乒乓就好亲像圆啊浮起来，就浮圆起顶就煮好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阿舅，你有信心吧？有。你踮咧厝内练习的时阵，敢有成功？一次。一届。对。一届。一届成功就袂歹啊。系啊，来做伙来看阿舅练习的过程。哦。你哪只高脚有只车？阿文厉害啊，教伊脚佫摇袂歹。我要迄个蓝色的迄个。好，我来。好。无，加油！哦，来啊！得奖啊！摕出来哦，这是妈妈买的蓝色的壳啊。咦？哦，是对。涂圆啊起顶。甲你讲哦，因为我报名一个节目呢，叫“公园倒转来”，甲咱的幸福咧，甲夹落去。阿文啊，来比赛。好啊。这个哦，我同伊爬较困难的哦。哦。仲我一粒。上好字。哦，厉害。这真练习的哦。阿妈你呢？你这？你咧算啥？我甲你讲，阮报名一个活动吼，要去参加公园倒转来的节目。试看卖。试看卖。哦，袂歹。会当邀请你甲阮做伙来去无？我袂歹算哦，好哦。会。我咧煮饭咧。小妞来试这较重要啦，要练习煮乒乓咧。哦，要来练习是。哎呦，会当哦，一来去好，佮来换阿爸一个。啊，无法度。头头人咧生咩？煮面都无简单咧。是袂？对哦。开始。对。阿文，你是要先去啊？哦。这是对，你知无？这是阿里山的本基湖呢。啊，安尼恁两个吼爱加油哦！好，阮继续拍拼来拼咱的幸福咧，好无？咱加油一下，加油！哇，看起来爸爸真正定定去压网啊哦！爸爸迄当阵迄压到迄个任务卡的时阵，你敢有生气？是安怎头家伫咧内底放这物件？袂啦，因为阮伫遐业东业西业久啊，应该嘛等于关伊一支的粮条，所以嘛算股东啊，所以来放入去，嘛算是股东啊。嘿，头家会当甲迄拍开，互因甲任务卡摕入去，你就知影有偌俗啊。今仔你敢有信心会当成功？
有。啊，三届机会，恁安怎分配？阿舅头一个，头一帮。两沙。两三第二、第三个是爸爸来。大家做伙来加油一下，好吧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要起点，请开始。3、2、1。哎，哦，哇，一个，两个，阿朱加油，豆豆来，加油，哦，真厉害呢！加油！记得电脑要开掉啊！哇，哇，真厉害呢！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因为爸爸未过，敢若伊会过，所以我所有的希望拢伫咱的第一棒啊。敢是因为安尼？是啊，你对你家己比对爸爸更较有信心哦。对。哇，你真厉害呢！啊，不过我感觉爸爸妈妈和阿朱头一帮哦，嘛是和囡仔感觉到，因为伊想要伫的物件，伊当家己去争取，这是真好的教育。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哇，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来赢红包啊！吼，一个人挑战20秒的时间，5粒乒乓甲伊竖起来，就算过关。敢有人想要试看卖？这2、3，哎，来，这是彤彤的妈妈，欢迎，欢迎，来这边请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陈乃文哦，陈乃文，我是美容师。美容师哦，无怪你皮肤就好诶。哦，是。哇，彤彤看你足像的呢。真的吗？谢谢。爸爸拄则有赢到红包对吧？有啊。迄红包是你的对吧？对啊。啊，等下你若是赢到红包，红包是啥？嘛是我。来加油哦，5粒乒乓。溥仪啊起点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虽然只有5粒乒乓，啊，不过只有20秒的时间。厉害，加油！真厉害呢！加油！进来！有机会哦！别紧张5、4、3、2、1，加高小失败啊！哎呦，差一点。我相信嘛，一开始所有的人拢扣是讲一定会成功的，对不？而且看起来就足简单呢。对啊，是到最后一粒遐困难啊。其实我感觉是角度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伊踮咧厝的真认真的练习，才会遐尼顺利。妈妈是头一届挑战嘛，无要紧啦。感谢你，多谢彤彤的妈妈。嘛，搁一届恭喜你，阿舅你足牛的，恭喜你公园到登啦！来，恭喜越东越西，好犀利！平常时哦，嘛要继续用上热情的态度来面对家己专业的工作。充满挑战的节目，嘛需要大家热情来报名。公园到登来，